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好鼻屎，红狗遐是好鼻屎，天要落雨，伊随知。倒位煮芳芳，有好食物，伊嘛知。好厉害的红狗遐，一点仔都无呆。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63集，欣赏的是台南的黄敬莲老师所带来的好鼻屎。顺利去，咱邀请吴高芬老师来跟咱分享黄老师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黄敬莲老师这首《好鼻屎》写得真趣味，囡仔嘛真爱唱，嘛真爱念。是伫2004年写的后，收伫《雷公歹写手》这本囡仔诗集内底。好鼻屎，咱拢讲一个人，若是伊鼻仔足灵的。什么气味都随闻得出来，咱就讲伊是好鼻屎。当然，伊伫遮好鼻屎拢闻到芳味啦。好鼻屎当然闻到，毋若是芳味尔，可能这个芳的啦、臭的啦，甚至酸的啦，拢闻得出来啊。这红狗遐是好鼻屎。咱拢知影，这狗遐一定是贪甜嘛，贪芳味，所以若倒位芳芳甜甜，狗遐就来。所以这搭就会讲着讲，红狗遐是好鼻屎，伊是用安尼来引起着咱这囡仔伫学一首囡仔诗的时阵，用这个趣味的开头来做学习的动机。咱拢知影这狗遐伫土坑嘛狗遐无可能一只一只，伊一定是规群的。若要落雨。伊随知，所以毋若落雨呢，若准要地动，敢若嘛拢知。所以咱莫看讲狗遐细细只，其实狗遐原来有伊真大的功能甲作用当然啦，咱若去互狗遐咬着，咱是会感觉足疼，尤其是红狗遐咬着是足疼，会震起有当时咱会感觉讲狗遐咱会足脆，毋过对规个生态来讲，狗遐是对咱人类也是有贡献甲帮助。咱若看到狗遐受，咱毋通去甲压开若是要落雨进前你看迄规群狗遐紧的要扫入去个狗遐坑内底要避雨，所以伊若走袂去就等下雨一个病来，当然就袂好走遮细只所以有一句话讲，人爱命，鸟鼠嘛爱命。其实人爱命，狗遐嘛爱命，因为狗遐伊嘛是足有生命的所以伫这首诗内底，咱嘛是会使了解到讲，黄老师伊要望讲咱的囡仔对着咱生态部分，对所有的动物、生物，拢爱有爱心，爱有疼心。虽然讲是一只细细只的狗遐，咱嘛袂使讲，因为伊可能会甲咱咬、甲咱叮，咱就去甲瑞死，安尼是毋好的狗遐这两字咱看到做一种写法啦。即摆教育部是用迄个狗狗那个字狗遐用这个正字咱可能嘛捌看过讲用迄个汤字边，汤拖的汤的汤字边，从字边那个悔字边迄是狗遐。原来有人安尼写人原来真好理解，就是讲你用这狗的狗。狗遐蚂蚁的蚁安尼咱咧读，你讲鸟鼠嘛同款，鸟鼠我们就是用鸟迄是鸟。你一个看字就读会出来。其实咱即摆是爱训练咱家己，就是讲汉字伊的音
初初本来就是台语音啦吼，当然有文法的关系啊。当然咱若是以早拢读汉学啊先，伊咧念拢是读文音啊。你讲三字经也好，释氏宪文也好，拢是读文音。啊，毋过咱咧讲的，咱即摆咧讲的就是白话音啊。啊，白话音咱就是看字用台语来思考，咱就自然读会出来。所以真正到遐书写就是用迄个狗仔迄是狗啊，迄个蚂蚁的蚁，遐是共款啦吼，这是无变，啊是迄是狗，你会感觉讲啊，若要照这字啊，最主要也是讲咱安尼真好理解啊。上初期也是有人用迄个会字边吼，迄是同字边安尼啊，原来到狗的另外一边安尼来读吼啊，所以伫遮咱就知影讲狗遐两字是用狗蚁两个字。红狗遐是好鼻屎，天要落雨伊随知。倒位煮芳芳，有好食面伊嘛知。好厉害红狗遐，一点仔都无呆。说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来跟咱分享好鼻屎的典故。好鼻屎啦，迄校吼，咱台湾的老辈吼，都甲咱讲迄字吼，爱读做好，迄就是文音的啦。像迄个讲做水火木金土的这个火，国语的这个火这个物件吼，文音嘛读做好，好啊个乌鼻音啊，毋是乌乌。好好好鼻屎，那就是按读个有人讲题目，就毋知是变怎读较好。竟然的是讲，红狗遐是好鼻屎，天要落雨伊随知，倒位煮芳芳，有好食面伊嘛知。好厉害的红狗遐，一点仔都无呆。吼，伊这首诗句呢，读起来真有一个特殊性。特殊性就是讲，伊押韵押了真水啦。伊安拢吼连续押两韵，休一个了后吼，休两句了后，搁再栽呆吼，休一句了，就咁。所以伊的倒句的所在用了济，倒句的所在用了济，当然就是一种语言的水，就是倒句会照迄个古来流传落来的安尼，足类似古诗这种七言绝句安尼，嘛是短短啊，咱四句安尼来讲尔。伊目的就是要讲。这种狗遐，就是亲像好鼻屎。好鼻屎是一个，迄个讲做古早以来传说的民间故事啦吼。好鼻屎来讲，破题就直接讲啊，讲红狗遐，就是像好鼻屎安尼遐厉害嘛。所以伊安怎厉害？讲天要落雨伊嘛随知，倒位煮芳芳，有啥好食面伊嘛知。哦，搁再重复讲一遍吼，好厉害红狗遐，一点仔都无戆啊，戆遐就直接呆，毋通台湾话吼。啊，当然，伊即种国语台湾话对应嘛是台啊。红狗遐是好鼻屎，天要落雨伊随知，倒位煮芳芳，有好食面伊嘛知。好厉害的红狗遐，一点仔都无呆。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黄敬莲老师写诗，吴家文老师讲解，黄德英老师主题讲解，吴宇珍小朋友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